我哋知道咧，原來咧重金屬咧經過年紀越大咧，個積聚率係高嘅。好多科學家發現到咧，原來咧好多人中風、心臟血壓，至到有冠心病咧，其實係同重金屬有關嘅。我哋嘅身體咧，其實係點樣去開除重金屬嘅咧？我用幾分鐘解釋少少常識俾大家聽。身體咧就用兩個方法 ，two methods，你去令到我哋咧身體咧係處理重金屬嘅。身體咧就會製造兩種嘅蛋白質，一種咧叫做 metallothionein 呢個字 ，OK， 另一個咧叫做 glutathione。咁身體會點樣製造嘅咧？身體係好叻嘅，身體咧係個肝臟、腎臟、腸道咧就會製造呢種物質。經過基因定咗教，佢一有重金屬佢就會製造出嚟，咁就專係吸金屬，唔好俾佢傷害肝臟、腎臟或者腸道未入身體之前咧，同益生菌一齊咧就吸走啲重金屬嘅。明我講咩，各位朋友？